李廣宇議員。多謝主席。除咗無紙市場制度之外咧，本人亦都關注到因應呢個虛擬資產相關嘅業務嘅監管嘅要求提升咗啦。好多從事相關行業嘅券商嘅從業員咧，亦都面臨緊牌照升級嘅規定嘅問題，譬如要通過啲單一機構佢哋舉辦嘅虛擬資產嘅一啲嘅考試先合格咧，先至可以合規，而且考試前咧仲要接受嗰個機構嘅課程嘅培訓嘅。咁就此當局可唔可以告知本會喺過去1年上述嘅虛擬資產嘅法規考試嘅整體合格率為何？第二，當局咧會唔會考慮？李議員，你只能提出一項嘅補充質詢，你已經提出啦。唔該晒，主席。請回應。議員亦都請留意咪咧夾喺衣領上咧係會比較穩定聲音。局長。係。主席，亦都多謝議員嘅提問。其實關於有關我哋每一次推出一個新嘅監管制度，例如頭先議員所講嗰個嘅我哋數字資產嘅規管制度咧，咁當然我哋係需要有一定嘅要求，尤其是監管區方面要求咧，係針對機構同埋個人嘅。咁所以點解有機會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啲門檻需要通過，亦都係頭先議員所講嘅，可能有一定嘅考試。咁呢方面嘅信息咧，可能今日我主題可能係講緊嗰個無紙化嗰個證券市場，咁所以我未有喺手。或者可以容許我咧係會後向呢個議員提供。